喺最初嘅1年半載，17歲嘅錢嘉樂真係覺得自己好似神仙附體，橫練不死身一樣。初頭嗰1年半載，我真係以為自己係神嚟嘅，唔受傷嘅，我俾車撞啊，喺幾多樓跳落嚟都唔受傷嘅。我記得黃岳泰嗰時叫我做神童嘅。啲前輩見佢肯搏肯捱，當佢係寶。當年錢嘉樂真係高手之中嘅高手，唔一定嘅啫。但係片場從來唔會因為你後生而放過你。1985年拍《龍的心》，錢嘉樂接到一個難度極度黐線嘅替身動作。佢講個演員逃生，3樓嗰度就走無可走，就喺個玻璃度跳咗出去。喺2樓仲有棚，一個關斗，咁啊有架車行緊過嚟，就落咗架車頂先落地逃走嘅。呢個動作最攞命嘅地方就係 timing。當時喺現場嘅前輩袁華都曾經講過呢一句：我做替身咁耐，我都覺得幾有難度嘅。架車唔係停喺度等你嘅，係行緊嘅。你要夾個 timing 點樣個時間撞玻璃落棚再跌落架車，架車又要配合。喺冇後製嘅年代，兩大前輩用最土炮嘅方法幫佢試位。袁華啊、林正英啊，揸住個榻榻米。咁啊，預備1、2、3就跑過嚟當車頂，練多幾次好有信心啊！練下架車呢度到呢度係幾多秒，我落呢度係幾多秒，咁啊大家差唔多啦嚟啦。我係因為試嗰陣時咧冇以為玻璃，我而家要撞呢塊玻璃咧，用大力阻力嘅。撞出去咧，哎呀過龍喎，過咗龍就喺3樓 miss 咗個棚，直接炒咗落地。當然好痛啦，想起身逃命，因為知架車嚟緊，一啱起身就俾架車兜頭兜到砰撞一陣。我擘大眼，點解天黑嘅？原來我人咧攝咗喺個車度。我一望點解咁黑？因為個車底。呢一刻重創，將佢嗰種天下無敵嘅幻想徹底粉碎。個醫生一照完佢問你做乜嘢，我係3樓跳落嚟嘅。佢話你扮超人啊！錢嘉樂第一次真正知道，原來身體唔係鐵打。受咗傷之後，都發現咗我始終係人嚟嘅，以為自己係神嗰個神話忘滅咗嘅。但係連佢發夢都估唔到，休養完1個月返到片場，跟住落嚟等緊佢嘅，竟然係80年代香港電影史上動作特技嘅最高天花板，一場極度瘋狂嘅人搭人連環跳樓事件。預備，1、2、3，爆！